萨玛亚萨多昂班德萨多昂班德萨多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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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班德萨多昂班德萨多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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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继续啊。此外，对上师的眷属和金刚兄弟姐妹们也是同样，无论相处多久，也不因心生厌烦而以和睦友好相处，犹如腰带一般。为什么形容腰带呢？腰带呢，你就是在一生当中都是一直在身体的这个腰上嘛，所以一直都是每天都是一起床的时候就是绑腰带嘛，所以呢，就是没有任何一天呢，就是因为你的腰带就是对你的身体不方便，或者是不舒服，或者是就是丢掉这个腰带的想法是肯定从来都不会产生过嘛，因为没有腰带是不行嘛，所以就是一直都是绑在身体上，所以就是没有一天想过就是说我必须得要想办法解决我的这个腰带丢掉，我不要有腰带，不是没有这些想法嘛，对不对？就像这样的，就是上师的眷属跟金刚师兄，上师的眷属是什么？就是你的金刚师兄，所以对于你来说的话非常重要。这一点来说的话，就现在的很多人都不太懂。那么就像比如说，在上师不管在何处，他的眷属是什么？那就是他身边的比较最亲近的那些人。他们呢，就是如此的，就对上师做一些帮助，做一些供养等等这种的时候呢，很多弟子都是不太怎么说呢，喜欢他啊。那么很多弟子都是好像变成他的仆人等等这种行为，实际上来说到不对的。像比如说一个上师去一个地方，主要的供养上师的、主要的服务上师的那个人，那么很多居士都不喜欢他，很多居士都说他的坏话，在私下。实际上这个来说的话，当然就是在上师身边的那个人，应该也是他也不是什么完完全全就是非常亲近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人，他肯定有很多的这种错误。但是呢，今天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讲，比如说在书本里面讲，我们要为这些上师的眷属要做，在多长时间相处了多长时间都不能有任何的这种不能相处的问题感，讨厌他或者是不喜欢他的这种问题不要出现而且是把它变成就是像自己的腰带一样，任何时候相处都是非常的顺畅。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呢，就是前面的这些问题都有，做不到就像腰带一样，那么就没有办法喜欢的这种事情是特别多嘛。大家都知道，因为上师我很喜欢，但是上师身边的某某师兄、某某师姐，这种问题是经常都会出现嘛。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不是某某师兄跟某某师姐的问题，这就是自己的问题。你如果是要医治上师，医治一个上师多么重要，那就像比如说现在到处地方都是上师，你就是医治一个上师来说的话，也许可能说是一个比较重要，但是也许可能也是不是什么那么难得的事情的情况下，那你换看，可以换很多的上师，但是人生只有这么一次，寿命只有这么几十年的时间，换一次，那你就还来得及吗？换二次更来得及吗？所以等等这种，那其他的这个我们法上的这些那个戒律啊，这些各个方面都没有的情况下，刚是当做一个学习来看的话，本身能够可以学习的佛法就是这么稀少，那么这么短的时间能学到的就是这么有限，然后再又换一个传承，换一个上师，再又换一个传承，换一个，你去任何地方都会有一些你喜欢的对象跟你不喜欢的对象，这是没有办法不会出现的，都会出现的。
所以这些的过程当中，你都没有办法调服自己的内心的情况下，那有些师兄一样，抛了4大传承、5大传承、显密，或者是在道教、什么基督教、天主教，全部都抛光了，最后什么都没有，只有剩下的傲慢感，剩下的只有傲慢感，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只是一些遗憾，心里面。那更严重的地狱的带有后面等着你。那你在短短的几十年，你就眼睛一闭了，就直接回地狱，直接会下地狱，因为你就造了很大的业，破坏了很多的金刚戒律，所以你下的地狱是只有金刚地狱，不是一般的地狱。金刚地狱的所有的这些怎么说呢？那个所有的感受你都要感受的，所以呢，多多少少这个前因跟前兆也来了，你没有事之前，就只能痛苦，所以没有用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有喜欢的对经，像比如说一个道场、一个佛学会，你喜欢上师。那你不喜欢上师身边的这些弟子跟这些人，那是不对的。你喜欢上师，喜欢传承，喜欢佛法的话，那你必须得要克服其他你不喜欢的所有的事情。很简单，你从你自己的内心当中改变一下想法就可以了。上师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只要是你自己对上师怎么样子，上师也是同样的心。但是呢，你如果是今天你自己呢，就是你虽然在内心里面喜欢上师，但是你不喜欢这些身边的人，你有同样的这种标签感，同样的这种态度的说，那上师也同样的不喜欢你一样的态度啊。因为什么？你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你没有用，你没有办法救，所以上师有上师的责任啊，所以就没有办法说你就是这个也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你做的对。你才是最好，没有办法这样说，没有办法这样的态度，所以你也是得不到什么快乐跟幸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就先放下你不喜欢的那个人，你就把它当做空气也可以。最差的方式就是这样，你一开始你先把它当做空气来看，你可以把它当做不存在它，没有它的存在，你这样去想可以的。那以后的话，就慢慢，你可以把它当作是金刚师兄，以后你可以慢慢把它当作是你的恩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修到了恩柔，那个怎么说呢？忍辱，所以他就是你的恩人啊。你没有他的存在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修到忍辱嘛。所以你所谓的忍辱，你认识都不认识，真正的没有办法感受，所以修忍辱的这个过程嘛。所以他让你感受到修忍辱的过程，所以他就是你的恩师，可以这么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刚刚到哪里啊？就是腰带。无论暂时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舍去骄慢，来往融洽，犹如食盐一样。对方的恶语重伤、无理争吵或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也已尽力忍耐，犹如柱子一般。所以应和睦相处，恭敬依止，如弓的藏云；和睦相处如腰带，融洽交往如食盐，积聚忍耐如柱子，亲近施卷与道友。这个方面上面呢，就是依止上师的方面。我们前面第一个就是观察上师的方面，观察到上师遇到了自己真正的可以能够想要拜师作为师父的，作为那个依止的上师，遇到以后，那只有遇到以后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去依止，那也没有用，所以就必须得要有依止上师的方法。所以前面所讲的都是依止上师。
那前面的第2个条件都已经圆满了，接下来呢就是要修学上师的易行的方面。如果是没有修学上师的易行的方面，那只是你就去观察了上师，遇到了自己所喜欢的，自己有产生信心的上师，然后去医治他，也没有用，必须得要怎么说呢？修学上师的易行必须得要跟上师学习佛法。没有去学习佛法的情况下，只是医治也没有用啊。